又到每日隨機鎖匙盤，今日同大家睇呢一個單位。好啦，我哋今日係睇 Marvini 嘅兩房緊廚海景啊，我哋去望一望先。好，門口一入到你位置，大家會同平時見到嘅兩房少少唔同嘅，就係少咗個玄關位啊，會令到呢個單位嘅空間特別之寬敞啊，客飯廳都非常之分明嘅。咁我哋望一望個廚房，3明火爐頭、雪櫃、洗衣機、焗爐一應俱全，全部齊晒嘅。咁至於景觀方面咧，就望翻東南海景啦。喺康城嚟講咧，兩房緊廚向呢個方向嘅海景，簡直係少之又少喎。而景觀方面都非常之開揚同埋靚嘅。咁至於浴室方面啊，都係一樣，浴缸式設計，有埋 Panasonic 嘅浴室部嘅。客房同埋主人房嘅景觀同埋廳咧，都係望同一個方向嘅，望就望翻去東南方嘅海景。咁嚟到主人房位置啦，都比較少有主人房有個大嘅衣櫃位，而呢一個單位完全可以俾到你放完一個大衣櫃之後，呢個位置可擺到一張雙人床都完全冇問題啊！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，歡迎留言話俾我知啦，拜拜。